来关心风台洋流扫对台湾来，目前海上、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。花莲、台东、澎湖、云林以南的县市，伫今仔日拢是停班停课。按算中昼左右，风台就会对台东登陆，伫尾暗会对西部分嘉南附近出海。也若日时的时间界范围风雨会真明显，民众就爱细致，爱注意安全。洋流风台虽然结果是，毋过山顶动正紧，为着把握集中，就亲像气象专家讲的小钢炮，来势虽然紧，毋过冲击也袂当轻视。洋流已经开眼，豆豆接近本岛，云林嘉义县市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花莲、台东、澎湖拢宣布停班停课。清晨到上午左右，它会比较接近到兰屿绿岛，这个时候在这些地方的风势、雨势就会比较明显增大了。而到了上午到中午左右，接近到东南部的这一带，大约在中午的前后呢，会从台东一带登陆。那在明天的下午到傍晚左右，会从云嘉南一带出海，并且在晚间到周四的凌晨左右，经过澎湖以及金门这一带。华东地区承受影响，就惊花莲马太湾溪水头的放山湖会放弃，中央成立警戒小组，先有发生撤离，下卡民众超过600人。对马太湾溪下游已有工程人员到场准备监测水位，就是因为上游的堰塞湖在为怕台风后土石加剧崩落，虽然距离下游住户有11公里远，但就怕这次台风的大量豪雨还是会有安全隐忧。宜兰农民也无用咧准备，因为三星仓即马都是采收期，农民赶紧伫田内底铺稻草，希望减少损害。你若无甲绑起来，没有把它绑紧的话，台风来的话压掉，雨水也搁压落去，迄稻草就会较紧熬。另外，云林高湾水南乡顶个月丹那市风台来时阵，将真济6区的厝顶吹变过，有的人的厝到即马也无完成登记的工作。即马洋流风台要过来，真是有够无奈。风台搁要来啊呢？明仔载要过来啊，蛮烦恼啊，因为看嘛袂好咧啊。搁下年咱会坏啊。洋流风台来真紧去也真紧，拜三中昼前后为台东登陆，而是本岛风雨上强的时间。风台中心通过边缘区的时阵，伫嘉义以南地区风雨搁较强。按算尾仔连会分嘉南这所在用中度风台来出海。离岛的澎湖、金门会伫拜三半暝到拜四透早有明显的风雨，一定要严加戒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